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金融科技界嘅林寶儀，寶儀靚。自從學咗1個星期做短片、學剪片，收到好多唔同嘅迴響，有啲會好挫敗我，叫我唔好再試啦。都已經係一屆中女咯，高調唔好，又話做得唔好，又話好生硬，會俾人笑。但係另一方面呢，我就覺得好開心，得到一班真正嘅好朋友支持同鼓勵。成功再嘗試，世上冇一步登天嘅事情，我哋要保持正能量，只要默默付出努力，哪怕只係一點一滴嘅小進步，都要堅持落去 ，hang in there， 遠離負能量，唔好輕易放棄，我哋要保持初心，一齊加油！有冇留意我背後啲相係用最新嘅 Samsung 手機 S25 影嘅？啲花係咪好靚呢？香港真係有好多好靚嘅景色，例如東涌、維園、濕地公園都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值得欣賞。春暖花開，睇見到開心。仲有我最鍾意嘅灣仔喜帖街，好有東方色彩，好熱鬧。我發覺越嚟越多人遊客返嚟，上次去尖沙咀喺星光大道都見到有好多遊客嚟觀光，四面都旺咗好多。你哋得閒都嚟香港四圍打下卡，欣賞感受一下啦。好啦，多謝你嘅支持，睇晒成條片，我哋繼續與時並進，終身學習 ，Never too late。如果你對於資產管理或者合規方面有任何問題，可以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快覆你。多謝你嘅關注、心心同埋 like。記住 ，Beautiful mind, beautiful life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